你想象一下，一個表面上睇落充滿鬱金香、風車同埋無數浪漫單車嘅歐洲童話小國，背後竟然隱藏住一啲令全世界都嚇一跳嘅黑暗真相同埋怪異文化。好多人提起荷蘭，第一時間只會諗起嗰度生活節奏好慢，人人都好有禮貌，仲有滿街嘅高頭大馬、長腿靚女。但你又知唔知呢個被封為靚女之國嘅地方，近年竟然喺國際新聞同埋社會議題上面，被一啲人冠上咗歐洲子宮呢個極具爭議性嘅稱號，甚至喺呢個國家嘅某一處生死禁區，係官方絕對禁止任何遊客私自行近。一旦你擅自踏入嗰個區域，分分鐘會被急速倒灌嘅海水同沉澱物吞噬。一旦行近就真係冇得反轉頭。今日我就要帶大家拆解荷蘭最得人驚嘅10個真相，睇下呢個看似開放平權嘅高度發達國家底下到底有幾多令你想象唔到嘅冷知識同埋社會暗黑面。大家平時睇世界地圖或者新聞，可能都會聽過荷蘭人係全地球平均身高最高嘅民族，但你又知唔知呢種身高優勢竟然帶來咗好多外國人完全無法適應嘅奇葩體驗？呢個亦係我要講嘅第一個得人驚真相。根據統計，荷蘭成年男性嘅平均身高已經接近1.83米，而女性平均身高亦超過1.70米。去到荷蘭旅遊嘅外國遊客，第一個最直觀嘅衝擊，往往唔係景點，而係入到洗手間嗰一刻，因為嗰度嘅洗面盆、鏡同埋馬桶高度全部都係按照佢哋本地人嘅身長去設計嘅。好多身長矮少少嘅亞洲遊客去到洗手要抬高隻手，照鏡甚至只係照到自己個額頭。但最令人震撼嘅係，荷蘭人唔係自古以來就咁高大嘅。喺大約150幾年前，即係大概1850年代嘅時候，荷蘭人嘅平均身高喺歐洲其實只係算中等，甚至仲矮過唔少歐洲鄰國。咁點解喺短短100多年間，佢哋可以好似拉竹筍咁暴升呢？科研人員發現，除咗佢哋驚人嘅牛奶同芝士攝入量之外，仲同佢哋極端嘅自然選擇以及社會福利政策有關。荷蘭人對於配偶身高嘅偏好非常明顯，高大嘅男性喺基因市場上面擁有絕對優勢，而因為身高帶來嘅基因優勢，亦順理成章咁造就咗荷蘭出產大量模特兒等級嘅長腿靚女。然而，如果你以為去到荷蘭街頭可以隨時欣賞到好似時裝周咁嘅靚女打扮，咁你就大錯特錯，因為荷蘭嘅氣候非常惡劣，全年經常下雨，而且吹狂風，加埋人人都要騎單車出行。呢度嘅靚女基本上係極少化濃妝或者着高跟鞋嘅，佢哋最常見嘅穿搭就係一身防風防水外套加平底鞋。這種極度實用主義嘅生活方式，常常令到滿懷期待嘅外國遊客感到巨大嘅落差。講到騎單車，呢個就帶出咗荷蘭第二個令人毛骨悚然嘅真相，就係呢個單車王國地底同水底下面嘅暗黑生態。荷蘭全國嘅單車數量比佢哋嘅總人口仲要多，平均每個人擁有至少1至2部單車。但你知唔知喺阿姆斯特丹呢啲大城市嘅運河底下，其實係一個巨大嘅單車牧場。每年荷蘭嘅運河都會沉入幾萬部單車，其中有啲係因為狂風吹倒落水，但更多嘅係因為偷單車集團或者醉酒嘅遊客故意拋落去嘅。因為運河底沉積咗太多單車，嚴重影響咗船隻航行同埋水質。荷蘭政府每年都要派出一種極之特別嘅撈單車船，用巨大嘅機械抓手喺運河底好似夾公仔咁，將1000部鏽跡斑斑嘅單車撈返上岸。單係阿姆斯特丹每年撈出來嘅單車就高達15000部以上。更誇張嘅係，喺荷蘭偷單車已經變成咗一種全民默認嘅日常現象。喺當地甚至有句笑話講，如果你喺街頭大聲疾呼一聲，呢部係我嘅單車，分分鐘會有5個人立刻放手逃跑。好多荷蘭人一生之中被偷過幾十部單車，到最後大家甚至懶得買新車，直接喺黑市或者街頭買返啲幾十歐元嘅二手偷嚟嘅車，形成咗一個永無止境嘅偷車與被偷循環。除了單車文化之外，荷蘭人嘅金錢觀亦都係令到全世界外國人覺得匪夷所思嘅事。呢個就係荷蘭第3個得人驚嘅真相，亦即係英文裏面 Go Dutch 分賬文化嘅極致化。喺荷蘭，佢哋有一款風靡全國嘅電子支付軟件叫 Tikkie。荷蘭人用呢個軟件嘅精準程度，已經去到一個令外國人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有些少冷酷嘅地步。如果你去荷蘭人屋企做客，佢請你飲咗一杯咖啡，或者食咗一塊餅乾，第二日你手機好可能會收到佢發過嚟嘅 Tikkie 賬單，要求你支付0.5歐元或者1歐元，即係連幾毫子嘅成本，佢哋都要同你計算得清清楚楚。
喺香港或者其他亞洲地方，大家出嚟食飯搶住埋單係一種禮貌，但在荷蘭人嘅觀念裏面，過分慷慨或者幫人埋單，反而會被視為一種居高臨下、不尊重對方獨立能力嘅行為。佢哋認為每個人為自己嘅消費負責，先係最公平、最乾淨利落嘅人際關係。這種將人情世故完全數據化嘅社交模式，令到好多剛到荷蘭生活嘅外國人感到極度冰冷同不適應，甚至覺得荷蘭人好似冇乜人情味咁。如果話社交文化嘅衝擊只係小巫見大巫，咁荷蘭喺生命倫理上面嘅前衛做法，就絕對會令你重新審視呢個國家。呢個亦係第四個得人驚嘅真相。荷蘭係全世界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嘅國家，早在2002年，佢哋就通過咗相關嘅法律。但最令外界震撼嘅，唔單止係佢哋允許重病末期患者選擇尊嚴離開，而係近年荷蘭將安樂死嘅適用範圍擴展到咗極具爭議性嘅領域，例如嚴重嘅精神疾病患者、抑鬱症患者，甚至係老衰而覺得生命已經完整嘅老人家。喺荷蘭，只要符合極度嚴格嘅醫療評估程序，證明患者承受住無法忍受且無改善希望嘅痛苦，即使肉體上冇絕症，心理上嘅極度痛苦亦都有可能獲批執行安樂死。近年甚至出現咗結伴安樂死嘅案例，一對相愛幾十年嘅老夫婦喺評估後獲准喺同一天、同一個房間內接受藥物注射，一同離世。這種將生死自主權放大到極致嘅法律，喺國際社會引起咗極巨大嘅道德爭議。有人讚賞佢係人類文明、尊重個體自由嘅巔峰，但亦有人質疑呢種制度會唔會變相鼓勵遇到人生低谷嘅人放棄生命。提到法律嘅前衛同開放，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諗起阿姆斯特丹街頭那些令人目眩神迷嘅合法大麻店，即係所謂嘅 coffee shop。但呢度就隱藏住第五個得人驚嘅真相，就係荷蘭大麻合法化背後嘅巨大灰色謊言。好多外國遊客以為喺荷蘭可以隨心所欲咁吸食大麻，甚至以為大麻喺荷蘭係完全100%合法嘅商品。但事實上，荷蘭嘅法律制度非常奇特，佢哋採用嘅係一種叫容忍政策嘅灰色機制。喺法律條文中，大麻其實依然係違禁品，但荷蘭政府同警方選擇有條件地不予追究。即係話 coffee shop 喺前門合法賣大麻俾顧客係被許容嘅，但重點嚟啦，這些店家喺後門批發進貨大麻嘅過程喺法律上竟然係完全非法嘅。這種前門合法、後門非法嘅怪異制度，直接造就咗一個極度龐大嘅地下黑市同埋跨國販毒集團。由於店家需要大量貨源，黑幫組織喺荷蘭境內大量秘密種植大麻，甚至演變成近年令人毛骨悚然嘅跨國犯罪網絡。近年阿姆斯特丹同鹿特丹等大城市因為毒品利益引發嘅黑幫槍擊案同爆竊案頻生，本地普通市民其實深受其害。而最諷刺嘅係，根據官方統計，荷蘭本地人吸食大麻嘅比例其實遠遠低於美洲同埋歐洲其他鄰國。街頭嗰啲大麻店，絕大部分其實只係專門賺取外國遊客錢嘅商業陷阱。接住落嚟要講嘅第六個真相，亦係標題裏面最令人震撼嘅議題之一。到底一個以美麗、自由同進步著稱嘅靚女之國，係點樣喺國際輿論中同歐洲子宮呢個稱號扯上關係嘅呢？呢個問題背後涉及咗荷蘭極度前衛嘅倫理、法律以及商品化嘅社會結構。話說，荷蘭早在2000年就將性工作正式合法化，並將其納入正規嘅商業監管體系。阿姆斯特丹嘅紅燈區因而成為咗全球聞名嘅旅遊景點。然而，合法化並沒有如預期般完全消除地下犯罪，反而吸引咗大量來自東歐、南美以及其他貧困地區嘅女性湧入荷蘭。隨着時代發展，除了性產業之外，荷蘭喺代孕同人工生殖領域嘅法律環境亦非常特殊。喺歐洲好多國家，例如法國、德國同意大利，商業代孕甚至利他代孕都被嚴格禁止，視為侵犯女性身體尊嚴嘅行為。但在荷蘭，法律對非商業性質嘅利他代孕保持咗開放態度，加埋荷蘭擁有全球頂尖嘅生殖醫療技術同埋極度包容嘅同性婚姻法案，吸引咗無數來自全歐洲乃至全世界嘅不育夫婦同同性情侶去到荷蘭尋求代孕服務。雖然荷蘭官方法律禁止公開嘅商業代孕廣告同高額交易，但在實際操作中，龐大嘅需求推動咗龐大嘅地下中介鏈條。大量外國客戶透過荷蘭嘅醫療體系同中介尋找願意代孕嘅女性，使荷蘭喺某種程度上成為咗全歐洲生殖交易與代孕需求嘅核心轉運站。
加埋紅燈區櫥窗裏面無數外籍女性嘅性交易現象，國際上漸漸出現咗一種極具諷刺意味嘅批評聲音，指責荷蘭將女性嘅身體同生育功能過度工具化同商品化，甚至將呢座城市戲稱為歐洲子宮。雖然荷蘭政府近年大力打擊人口販運，甚至試圖將紅燈區搬離市中心，加強對代孕中介嘅審查，但這種將女性身體與法律邊界玩弄於股掌之間嘅爭議，依然係荷蘭社會無法抹去嘅暗黑印記。講完社會爭議，大家可能以為荷蘭嘅治安一定好混亂，但第7個得人驚嘅真相卻會打破你嘅常識，就係荷蘭嘅監獄因為冇犯人可關而要被逼關門，甚至要租俾外國。聽落係唔係好不可思議？喺過去10幾年裏面，荷蘭嘅犯罪率持續下跌，監獄裏面嘅空置率高達幾10個百分點。為了防止監獄員工失業同埋浪費政府資金，荷蘭政府竟然做出咗一個驚人嘅決定，就係將空置嘅監獄出租俾鄰國。例如比利時同挪威就曾經每年支付幾千萬歐元，將佢哋國家過剩嘅犯人包機送到荷蘭嘅監獄裏面服刑，甚至有啲空置嘅監獄被改造落成豪華酒店、創業基地或者避難所。然而呢個看似極度安全嘅社會表象背後，真相卻非常殘酷。有犯罪學者指出，荷蘭監獄空置率高並唔完全代表犯罪消失咗，而係因為荷蘭警方將大量資源投放在打擊有組織犯罪，對一啲中小型罪案，例如單車盜竊、小型詐騙、大麻、微量持有，採取咗不逮捕、不起訴嘅寬鬆政策。再加上荷蘭近年成為咗全歐洲硬毒品，例如可卡因同冰毒嘅主要轉運港口，高層次嘅黑幫犯罪越來越隱蔽同網絡化，普通街頭罪案雖然減少咗，但背後嘅地下經濟同洗黑錢活動卻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龐大。第8個真相，即係關於荷蘭人同自然環境之間那種近乎狂妄嘅博弈。上帝創造咗世界，但荷蘭人創造咗荷蘭。你可能知道荷蘭有大片土地係低於海平面嘅，但你未必知道，如果荷蘭嘅排水系統同防波堤明天突然停止運作，全荷蘭將會有超過50%嘅土地會喺短短幾天內被海水徹底淹沒，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同海牙呢啲核心大城市。早在1953年，荷蘭曾經爆發過一次世紀大洪災，當時暴風雪引發嘅巨浪衝破咗堤壩，奪去咗超過1800幾條人命，幾萬棟房屋被毀。那次浩劫之後，荷蘭人痛定思痛，啟動咗人類歷史上最龐大嘅海洋工程之一——德爾塔工程。佢哋喺海岸線修建咗無數巨大嘅鋼鐵閘門同人工島嶼，甚至建造咗可以隨海水漲退自動升降嘅巨型機械防波堤。荷蘭人對水嘅控制已經去到咗病態嘅地步，佢哋唔單止喺陸地上抽水，仲人工做出咗整個弗萊福蘭省。然而，隨着全球氣候變化同海平面上升，荷蘭人目前正面臨住前所未有嘅生存危機。現代科學家警告，即使有全球最強嘅防洪工程，荷蘭嘅地基依然喺以每年幾毫米嘅速度下沉，而北海嘅水位卻喺加速上升。呢場荷蘭人同大自然進行咗幾百年嘅生死豪賭，未來幾十年可能會迎來最殘酷嘅終局。接住落嚟嘅第9個真相係關於荷蘭人嘅心理同育兒哲學。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曾經多次喺報告中指出，荷蘭嘅小朋友係全世界最快樂嘅小朋友，佢哋嘅幸福指數高居全球榜首。荷蘭嘅學校喺小學階段基本上冇乜功課壓力，亦冇死記硬背嘅考試，小朋友放學之後有大量時間喺戶外玩耍。荷蘭父母亦極少逼迫子女報讀補習班。然而，這種極度自由育兒模式嘅另一面，卻塑造出咗一種令全歐洲都感到震撼嘅性格，特徵殘忍嘅直言不諱。荷蘭人在荷蘭語裏面有一個詞叫 bespreekbaarheid， 意思係所有嘢都可以攤開嚟講。喺荷蘭文化裏面，隱晦、委婉或者出於禮貌嘅謊言被視為不誠實同虛偽。如果一個荷蘭同事覺得你嘅企劃書寫得極之垃圾，佢會喺大庭廣眾之下用最直接、最毫不留情嘅字眼指責你。如果你去荷蘭朋友屋企做客，佢覺得你着嘅衫好醜樣，佢亦會毫不避忌咁直接講出嚟。這種在亞洲人甚至英美人士眼中極度失禮同粗魯嘅行為，喺荷蘭人眼中卻係最高尚嘅真誠。許多外國人去到荷蘭工作或者生活，往往會被這種缺乏社交緩衝墊嘅語言暴力創傷到體無完膚，甚至懷疑人生。最後我哋終於要講到全荷蘭最神秘，亦係標題所講嘅第一位，嗰個絕對禁止遊客私自行近，一旦行近就可能冇得反轉頭嘅生死禁區。
呢個地方就係位於荷蘭北部海岸，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嘅瓦登海 Waddenzee 極限泥灘地帶。講到瓦登海，好多未去過嘅人可能會以為佢只係一個普通嘅海灘或者風景區，但對於熟悉當地地理嘅荷蘭人嚟講，呢度係一個隱藏住無數致命陷阱嘅自然地獄。瓦登海擁有全世界最大嘅連續潮間帶泥灘系統，喺退潮嘅時候，大海會退去幾十公里，露出一片看似平坦、廣闊無垠嘅灰色泥地。喺荷蘭有一項歷史悠久嘅極限戶外活動，叫泥灘徒步，即係趁住退潮嘅幾小時內，用雙腳穿過泥灘，步行到離岸嘅島嶼上去。聽落係唔係好浪漫、好神奇？但事實上，呢片泥灘包含住極度恐怖嘅危險。首先，泥灘表面睇落好似堅硬嘅沙地，但底下其實隱藏住大量深不可測嘅吸引泥沼同流沙。如果你冇極度豐富嘅經驗，一腳踏落去，泥潭會好似巨手咁死死吸住你嘅雙腿，你越用力掙扎，身體就會沉得越深。單靠個人力量根本無法拔出嚟。但最得人驚嘅唔係泥沼，而係呢度嘅漲潮速度。瓦登海嘅潮汐變化極之劇烈同迅速。當海水開始漲潮嘅時候，潮水唔係慢慢由遠到近推進，而係會從泥灘底下嘅暗溝同溝壑裏面突然湧出，喺幾十分鐘內迅速將幾公里寬嘅泥灘淹沒，加埋當地的海霧，可以在幾分鐘內籠罩整個海岸，令你瞬間失去方向感。正因為咁，荷蘭政府同海岸防衛隊設有極度嚴苛嘅法律禁令，絕對禁止任何遊客或者民眾私自單獨行近同進入瓦登海嘅核心泥灘區域。任何想要進入泥灘嘅人，必須由持有國家考核特許執照嘅專業領隊帶領，並且要精確計算潮汐時間，配備衛星定位同救援裝備。荷蘭警方喺沿岸設立咗無數警告牌，警告遊客切勿擅自踏入。因為在過去嘅幾十年裏面，曾經有唔少不信邪嘅外國遊客或者探險者，以為自己憑住普通經驗就可以喺退潮時漫步泥灘，結果一旦行得太遠，遭遇突然漲潮或者陷入流沙，在茫茫大霧同急流之中，救援直升機同船隻根本無法喺短時間內定位同到達，潮水喺短短1-2個小時內就會淹沒整個頭頂，許多人就咁樣喺絕望中被大海吞噬。這就係點解當地人會嚴厲警告呢個地方，一旦你在無準備下私自行近，就真係一條冇得反轉頭嘅不歸路。睇完呢10個真相，你係咪對荷蘭呢個國家有咗一個完全全新嘅認識呢？佢表面上係一個充滿童話色彩、極度包容同進步嘅富裕國家，但喺呢層光鮮亮麗嘅外表底下，卻交織住極端嘅實用主義、倫理爭議、黑幫地下經濟、與大自然豪賭嘅生存危機，以及對致命禁區嘅嚴苛敬畏。荷蘭嘅魅力同恐怖，往往只係在一線之間。